感到食欲不振，或者是情不自禁的暴饮暴食啊？我。 什么结果？哦 ，baby， 你们这什么反应啊？我怎么觉得我跟快要死了似的呢？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，哎，给我看，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。呢？啊，大早上起来就跑这发呆了。想工作，想策划，想我的那些马们。工作出问题了？没有。策划出问题了？也没有。那就是马出问题了。你才出问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人最糟糕的呢，不是失去爱的人，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自己。我失去自己了吗？你自己想吧。 干嘛呢，老婆？哎，想死我了！哎，你别闹了，我今天宠物学校要给狗配种，我得赶紧去。别走啊，老婆，我还想配种呢，你别走啊！我真的要上班，不赶趟了。哎呦，你大周末的上什么班啊？我要有自己的生活，这对我们的关系有利。哎呦，我一个人工作就行了，家里的事情又不用你担心。我去工作是为了興趣，我不想待在家裡當全職太太。哎呦，工作很辛苦的，你根本堅持不了幾天。楊大偉，你太大男子主義了。可風，你什麼時候變成這樣了？肯定是閃閃他們給你慫恿的。我哪天要找他們去算賬。你說不過我就說我朋友，你太沒風度了，不跟你說了。誰沒風度啊？ 你現在連早飯都不給我做了，餓死算了。